Hello，大家好，我係令。相信大家都遇過裝修完屋企都會面對要揀家私嘅階段，去邊度揾，揀咩顏色，放邊度好，一大堆問題。如果有選擇困難症嘅你，係咪已經有啲焦慮呢？如果揀到一件好嘅家私，佢甚至乎可以陪你一世。所以今集我想同大家分享5件日本當地生產嘅家私單品，每件佢哋都有佢自己嘅特色，係咪流晒口水呢？好，我哋立即開始 ，Let's go！ 咁其實日式嘅家具咧，之所以可以吸引人咧，唔係因為佢即係好貴啦、好難買啦，係因為而係佢哋每件都有佢哋背後嘅一種哲學啦 ，less is more 啊。物件佢會老嘅，但係佢哋會老得好靚啊。隨住時間嘅過去，佢哋會有佢哋使用過嘅痕跡啊。今集5件嘅單品，佢哋都有唔同嘅風格，由平民級嘅到收藏級嘅都有，但係全部都係佢日本製造嘅，都有故事嘅。咁第一件要介紹嘅就係天童木工啦，天童木工啦。咁佢就係喺1940年喺山形縣嗰度成立。佢就係一個以生產象棋聞名嘅一個木工小城啦。佢哋係日本第一間大規模咁樣採用無壓膠合板技術嘅家具廠啦。呢個技術原本係阿 Charles 同埋 Rains 佢哋發明，就係天童木工佢哋後期將佢發揚光大。佢哋都有同好多好出名嘅設計師合作啦，例如柳宗理啊、兼慈容、瑞典嘅大師 Bruno Mason 都有跑去同佢哋去合作。咁啱先提到嘅柳宗理，佢就係日本最具代表嘅工業設計師啦。佢設計過好多嘅廚具，同埋今日要介紹嘅蝴蝶燈咧，都係佢設計嘅。咁蝴蝶燈 Butterfly Stool 咧，就係柳宗理喺1956年嗰陣時設計嘅。佢兩邊有2塊弧形嘅夾板啦，只係靠一塊黃銅螺絲去連接啦。係咪開始已經懷疑佢坐唔坐到人呢？我一開始嘅時候都係咁諗，但係其實佢嘅承重可以達到100到150公斤之間，即係差唔多2個到3個嘅鵝。蝴蝶燈佢嘅外形咧係好有一種東方嘅禪意啦，佢嘅靈感係嚟自於日本嘅神社嘅鳥居啦。佢用幾條簡單嘅線條嚟表達鳥居嗰種意境。佢木紋兩邊係故意左右對稱嘅，佢每件嘅重量達到係每件2.2 kg， 但係坐落去咧穩到你唔信。1958年 Butterfly Stool 係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MoMA 去永久收藏，後來巴黎羅浮宮同埋大都會博物館都有收藏佢。佢係極少數有同時3間博物館去收藏嘅一件家具嘅。你而家都可以喺 MoMA 嘅 Design Store 嗰度買到，係博物館都可以直接買俾你。如果屋企好細 ，Butterfly 都可以做一張茶几，亦都可以做一個腳踏，亦都係同時係一個裝飾同埋一張凳。佢2.2公斤，其實係好方便、好靈活，可以作為你考慮嘅一件家居產品。咁飛驒產業 Hitasanyo 咧，佢就係位於岐阜縣嘅飛驒高山嘅，係一個木工技術傳承超過1300年嘅一個地方啦。話說嗰啲飛驒工匠係喺奈良時期都已經被派去京都同埋奈良，連法隆寺都有份。Hita 喺1920年代正式成立嘅，係日本最早用山毛櫸彎木生產凳嘅廠家之一。佢哋仲有全球獨家嘅壓縮杉木技術，係全世界唯一嘅。咁 Suwari 佢就係坐咁嘅意思啊。佢嘅系列係由原研哉 Kanagawa 去設計嘅。有冇覺得熟熟地咁？係嘅，佢就係 Muji 嘅藝術總監。呢個系列最大嘅特點就係佢2隻凳腳咧嘅設計向外去展開，令到佢嘅重量可以分散咯，唔會話好似平時啲凳咁會陷入去啲榻榻米啊，或者你一啲實木嘅軟性嘅地板度咯，因為佢比較咁，佢凳腳咧線條係垂直向上嘅，符合翻去日本建築嘅橫平垂直嘅美學，放喺任何嘅空間都唔會話太過突兀。佢呢個系列都有普通嘅餐凳啊、矮凳，甚至乎冇腳板嘅都有。Suwari 係日本高端酒店同埋設計師嘅 cafe 都會成日見到佢嘅身影，係幾乎所有嘅日式現代嘅空間設計嘅 reference。
都會出現嘅座椅嚟嘅。所以如果屋企係有啲實木地板啊，或者啲地氈啊，同埋話好驚刮花地板，Swarovski 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因為佢可以避免咗呢啲煩惱，加埋佢啲線條好簡約啦，唔會話搶走你空間嘅重心。佢搭配着平啲風格都好容易襯到嘅。但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着平啲嘅風格咧，咁可以睇翻上邊呢個鏈，因為之前都有分享過一集係講着平啲嘅家居風格啦，咁可以睇翻上邊嘅鏈接。跟住落嚟就係第三件，就係我自己本身都幾中意嘅，就係 Lichaer X。佢唔係 Kawamoku 嘅自己嘅產品，但係 Kawamoku 咧就係負責佢木製部分嘅日本廠家。咁 Lichaer 就係由設計師新居馬 Takeshini 喺1970年嗰陣時推出嘅。佢就柔道武具商出身嘅，後嚟佢就迷上咗摺疊椅嘅設計啦。佢就結識咗丹麥皇家藝術學院嘅杜琪遜 Makoto Shimazaki。呢個名咧就係丹麥文新嘅意思。Lichaer目前喺超過50個國家都有賣，佢係喺日本嗰度賣咗超過有50年，個設計完全係冇改過。Lichaer 嘅結構好簡單啦，佢可以完全咁樣摺疊嘅，啲布紋好似啲斜紋咁樣織法嘅，好似啲牛仔布咁樣，坐落去係好舒服嘅，唔會話太硬或者太軟。佢扶手嘅一個位咧係用木材，因為設計師係覺得啊，人經常會摸到嗰個地方咧係用翻啲自然嘅材料會比較放鬆。佢係日本設計史上最長壽嘅一張摺疊椅啦，好多嘅設計師 cafe 啊、創意嘅辦公室啊，甚至乎一啲日本嘅雜誌啊，都好中意用佢做 lifestyle friendly 嘅背景。IG 會成日都見到啲日系嘅生活感嘅照片啊，都可以見到佢嘅身形嘅出現率係超高。咁呢 Lichaer 咧，佢摺埋其實好輕，佢掛上牆嗰度，就算係如果你有朋友嚟咧，攤開都係好方便嘅事。咁最後一間我想分享咧，就係最特別嘅一間啦，佢就係石卷工房，因為佢就係2011年係日本311大地震之後成立嘅。咁當時係建築師浦澤啟次 KC Ishizawa，佢就喺宮城縣石卷市嗰度做義工啦。佢見到啲災民用啲啤酒箱去做凳，佢心諗不如教啲居民自己去做家具啊。之後就係咁，就開咗個社區工作坊啦，去教啲居民去用加拿大紅雪松去做家具啦，跟住就慢慢去重建翻佢哋嘅家園。所以咧，佢哋啲家具都有好多都係好多功能啊，好似啲凳啊又可以做櫃啊，兩張凳又可以加塊板又可以做台啊，設計咗好多一系列都可以做周圍擺啊，好實用嘅家具。因為紅雪松嘅本身含有好豐富嘅天然油脂啊，令到佢係有一個防腐防蟲嘅特性啦，所以佢係成日被用喺一啲戶外啊、桑拿室啊，同埋一啲室內裝修啊。所以喺香港澳門呢啲咁成日潮濕嘅天氣咧，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一隻木。咁 AAC 都就係由 Two Wharf Architects 設計嘅啦，佢係由2件木板組成啦，佢個側面係就好似字母 A 字咁，所以就叫 AA 啦。咁佢2張拼埋咧就係一張凳嘅，佢亦都可以分開用啦。又或者係打橫咧做一張長凳，亦都會發現咧，因為佢哋嘅背景咧，所以佢哋所生產嘅產品咧都係會以堅固同埋耐用同埋結構嘅螺絲咧都係外露。AAC 都喺丹麥嘅 Oddo 都同好多國際嘅設計展都有合作，喺日本嘅設計街店、創意辦公室都可以見到佢。咁如果係你屋企有時突然之間需要多個座位嘅，但係又唔想話買張好靚嘅燈，咁 AAC 都平時就可以分開嚟用啦。又或者你朋友嚟嗰陣時拼埋做一張大嘅燈，舒服啲又得。又或者佢做裝飾嘅都可以。其實日式嘅家具最特別嘅係佢每件嘅背後其實都有一個理念，唔單純係俾你坐，其實佢承載住一個空間嘅回憶啦。咁天童木工嘅 Butterfly Studio 佢就係東西方嘅美學嘅融合啦。咁 Swarovski 就係比較了解使用者啊，尊重地板同埋建築嘅節奏。咁 Lichaer X 就係相信好嘢應該平到大家都買得起個設計師。
而石卷工房就係一個地震之後一間好有人情味故事嘅一間公司啊。你哋又覺得邊件適合你？揀一件你中意嘅，將佢成為你屋企嘅一個故事。如果想我介紹更多其他嘅品牌，可以喺下邊話俾我知。如果中意嘅話，今日嘅內容可以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我係 Ling，下次見，拜。Argentina 對佛得角喎。